赤崁文化園區有海神廟等重要文化景點，平常時遊玩有濟濟遊客排隊買票，也有個根據着資料，參觀人次以及門票收入攏減少。遊客數下降3.6%，那尤其是以赤崁樓文化園區下降的最多。因為受到徵收影響，未來旅遊服務中心完工了後，議員建議要強化觀光行銷。台南總共有7個所在是收費高級景點，包括安平國寶、義載金城等等。根據統計，2024有192萬4千人次參觀，門票收入8365萬；2025有173萬5千人次，門票收入是7303萬，參觀人次減19萬。2025年的7月，最主要是因為台南碰到了那個丹納斯風災。那風災之後呢，事實上從7月一直到年底，大概就是一個非常長的一個修復期。所以如果你用25年跟24年去進行比較的話，當然看起來的入園人數是降低。若是看個別景點，親像是山上花園水道博物館，去年比前冬的人次增加，今年上半冬也比去年同期增加，表現相當的好。那這幾年我們也開發了眾多的課程，包括像是攀樹，或者是蜂農體驗的自然課程，以及環境教育的一些學程，所以我們的現在遊客的來數跟前來這邊參加活動還有課程的人數，基本上是已經慢慢達到一個穩定的狀態。文化局目前設有12位展售駐點，有成功馬鈴薯片、媽祖泡芙等熱銷伴手禮，還閣有26項商品銷售無理想，並要求落價。文創商品的部分呢，事實上也都會有搭配各種不同的一個議題推陳出新。今年上半冬營收4145萬塊，甲去年同期的2821萬相比，成長將近47%。主要受惠自創品牌 Les Asobi 以及文化 IP 行仔鳥，成功甲台南歷史文化特色變作為兼具品牌價值、甲市場競爭力的商品，進一步帶動文化觀光消費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